石级同学，不能让他们看见你身上有伤。老夫君，再打下去，怕是会打坏了。世子，你就服个软，认个错吧。我对他动情已久，这个他我愿意爱。花灯亮起之时，我便护你一世。停！不要打了！我为他受到如此痛楚，他在何方？他又何曾为你做过什么？他为我而死。巨星啊！何离书，让它飞，一去不回。巨星啊！陆君祥，陆君祥，江姑娘，你找借口让我去景武坊查账，就是为了把我支开是吧？何离书，我给你拿到了。你傻不傻呀？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下这些？我不想你看到我挨打，多丢人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丢不丢人？
趴下。我给你上药。哎呀，好疼啊！啊，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王爷，别打了！废物！谁让你和离的？本王管你要人，你倒好，把人给推出去了。王爷息怒。你是陆军行的前世子妃？此前什么身份不重要，此后我只愿为王爷出谋划策，排忧解难。你凭何会觉得本王会收留你啊？我在郡王府多年，又是江雪莹的妹妹，我对她了如指掌。陆良办不成的事，我可以，我比她有用。只求王爷肯收留于我。你是要把他迷晕，然后把他送给贵人？若真是这样，岂不是便宜他了？我要让他一无所有，痛不欲生。他们两个人和离是你出的主意，说说看，接下来是什么计划？陆军行为了得到江雪莹，挨了30大板，而这板子上有毒。能解毒的药在王爷手中，王爷什么都不用做，等着江雪莹主动上门便可。这份好礼，就是我给王爷的投名状。这的确是份好礼。不过，你与江雪莹姐妹一场，你如此恨她，难免让本王产生疑惑。我落得被休妻的下场，全都是因为她。她不让我好过，我也让她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好，那本王倒是要看看，你究竟有多大能耐？世子已经烧了1夜了，到底何时能好？哎呀，他中毒了，我只能暂时开一些压制毒性的药，要尽快找到解药。
九月，暗中调查行家法的下人，务必要找到下毒之人。是。不必送了。多谢。你来干什么？此间这可是我的房间啊，姐姐倒出入的自在，我反而不能来了。你已被世子休弃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被休，还不是拜姐姐所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与世子夫妻一场，他中毒时日无多，我自该来看看热闹。你怎知他中毒？是你下的毒。姐姐说的话我听不懂，怎么成我下的毒了？又不是我让他挨的板子。原来陆良同意和离，是想在他行家法时下毒。你们一个是他的堂兄弟，一个曾是他的妻子，竟狼狈为奸，害他至此。姐姐莫要心忧，我知道解药在哪儿。宁王府。江月儿，我无数次对你手下留情，没想到你竟不知悔改，与宁王联手。你知道了一切又怎样？看着心爱之人死去，还是为了心爱之人爬上别人的床？我好想知道姐姐会怎么选啊！陆君行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谁呀？你今日怎么主动找上本王了？王爷明知故问，你给陆君行下药，不就是为了引我过来吗？你以人妻之身与陆君行暗通款曲，在本王这儿又有何不可？陆君行能给你的，本王能给；他不能给你的，本王也能给。王爷用如此下作之计，逼我就范，可我也并非任由你掌控的玩物。说说看，你想要什么？一座独门宅院，一场风光的纳妾礼。王妃是将门之后，王爷可敢答应吗？有何不可？但你真的愿给本王做妾？就算别无选择，我也不会自轻自贱。我要有名分，要体面的活着。给我解药，待陆君行安然无恙，我自会践行诺言。好。王爷不可。是你，王爷。江雪莹心思深沉，若得了药，
恐怕会出尔反尔。不如给他一半，事成之后再赏他另外一半。好主意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江雨儿，你为何阴魂不散，非要害我？你和世子私相授受，害我被休之时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日啊？这笔账，我迟早跟你算。你果然是本王的一把利刃，比陆良那个废物强多了。雨儿是自己人，但说无妨。兵部侍郎给王爷送来一箱南海珍珠，以表忠心。说到画室去了。另外，王妃快回来了，最近行事低调一些。是。去吧。我姐姐向来诡计多端，惯会拿捏人心。她被迫嫁给王爷，心中记恨，说不定日后会生出什么事端来。不如王爷也给姐姐画一幅美人图，有了这把柄在手，她也不敢肆意妄为。你姐姐要是有你这般识时务，那本王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我说过，待陆君行安然无恙，我自会践行诺。王爷这是做什么？放心，本王又不会怎么样，只是作画而已啊。那王爷不妨跟我说一说，这画中女子皆为何人？等本王将你画完之后，再慢慢给你讲。别不知好歹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没那么多耐心。放开！王爷，
王妃回府了，马车刚到门口。他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进来，把他们2人送去外宅，2日后举办纳妾礼。雨儿，给我看住他。是。把他看好了，2日后纳妾礼，万不可出差错。恭喜王爷纳妾！恭喜王爷纳妾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江雪莹，你终究是本王的女人。怎么是你？我与姐姐换嫁了，王爷可还喜欢这个惊喜？你凭此牌可任意出入。来人，让这个贱人跑了！江雪莹人呢？说！在此。陆君行，不是中毒了吗？禁军已经查抄了宁王府，从画室里搜出了你这些年贪腐的金银财物。哼，少在这诓骗本王！你不可能拿到钥匙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放开我！没那么多耐心。王爷，王妃回府了，马车刚到门口。进来，把他们2人送去外宅，2日后举办纳妾礼。我故意让你给姐姐作画，就是方便她趁机踏下你的钥匙。贱人，你敢背叛我！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，何来背叛？好啊，你们姐妹2人联手演戏来诓骗本王。江雪莹，你要什么本王都能给你，为什么偏偏选择陆君行？陆君行能给我真心，王爷有吗？真心？你们这群人，在本王眼里只不过是一群蝼蚁，弄死你的易如反掌。给我杀了他们！陛下口谕：宁王贪腐无度，残害忠良，私养府兵，其心可诛。即日起，贬为庶民，没抄家产，择日问斩。他的令牌是假的，他敢假传圣谕。我已经派人把秦守义送进宫中。你这些年贪腐的罪证，连同你当年害陆家军惨死的真相，全部呈于陛下案前。宁王，你大势已去，不要再挣扎。不可能！秦守义远在西洋，你要山中剧毒，你中毒不过是装给你看的，实际上我去了信阳。
画室的秘密？不可能！本王怎么会输？秦守义和画室里的证据，你们不可能知道。你就当我们做了一个梦，有了一场特殊的机遇吧。荒唐！本王竟然输给了一场梦境。不，你是输给了自己无穷无尽的贪欲。江雪莹，我只问你，那日宁王下令放箭时，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？小心！小心！你重生了？这些不，这两世，我处心积虑设计了你一次又一次。我以为你对我恨之入骨。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。你叫了我这么多年的姐姐，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做不到。做不到眼睁睁的看你死在我面前。你以为你可以依靠的人，反而害你最深。你以为我抢了你的气宇，其实是你选错了人。女子出头本就难，王若不争不抢，难道就该被人踩在脚底下吗？我只不过是想活得风光体面，怎么就成了错？你没错，女子想活得风光体面，一点错都没有。但我们想活出一番天地，必须要靠自己争取。抢夺来的，依附别人的，终有一日也会失去。我跟你斗了这么久，难道只是一场笑话？妹妹，这么多年，你费尽心思的算计我，到头来得到什么？如今上天又给了你一次重生的机会，难道你还想重蹈覆辙吗？妹妹，当真要离开虞城啊？害过我的人，宁王、陆良，全都被我解决掉了。陆良也。从前我以为女子只能任人摆布，所以才做错许多选择。这一世，我也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一次，若非你从中周旋，宁王恐怕没有那么快落入圈套。还是世子足智多谋，想出这么个以身入局的法子。不过那30大板，确实是还少了。你这又重生一次，怎么没有半分长进呢？他怎么也重生了？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特殊呢。回头慢慢给你解释。你特别，
你不过是和他重生一次，我和姐姐重生了2次呢。陆君行，你还休了老娘2次呢。我也该好好想一想，怎么报复你了。哎，你别乱说啊！我可从来没有碰过你，我哪一次？重生2世，终得圆满。人间至幸，不过是与所爱之人共守晨昏，岁岁安然。好了没有啊？还需要画多久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快出去，别坏了规矩！快！娘子今天真好看。谁是你娘子啊？哎，你快走！你是我娘子啊！哈哈哈。第一次见你，你就是我娘子。谁家好郎君第一次大婚穿白的？